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这个伊朗继续针对其他波斯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发动着攻击。这2天是来攻击着天然气出口的大国卡达以及沙烏地阿拉伯。这2个遭受到攻击的国家嘛表达强烈的不满。 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伫咧夜暗暝个白火光，沙国官方19号证实，伊朗空袭当地2座炼油厂，攻击的时机点拄好是真济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伫利雅得举办会谈，和主人家沙国真不满。The targeting of Riyadh, while a number of diplomats are meeting, I cannot see as coincidental. We have reserved the right to take military actions if deemed necessary. 伊朗攻击的对象还有沙国隔壁的卡达能源公司证实，拉苏拉凡工业城叫伊朗的飞弹攻击。当地民众会真远翕的影片内底，会当看到厂区的火烧甲真美。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there, a strike started fires causing what they said was a significant damage to the facility. 在卡达首都多哈东北边80公里的拉苏拉凡工业城，是全球规模上大生产油化天然气所在，产量占全球供应量2成，号称是全球天然气的中心点。在这场中东战争爆发了后，嘛将做伊朗攻击的目标。They stop the attacks, then we can find a way out through diplomacy. 伊朗轰炸了后，卡达除了强烈责备伊朗，嘛宣布袂搁再欢迎伊朗大使馆的军事专员，同时表达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和公民的安全。این هشدار قاطع و خط و نشان برای جنایتکارانی است که تعرض به بخشی از زیرساخت‌های سوخت و انرژی ایران در جنوب کشور داشتند. 伊朗军方嘛讲，这是为着报仇进程，美国以色列2国攻击伊朗的南佩尼斯天然气田，嘛呛声讲攻击伊朗的国家能源和天然气等等的设施地区毁掉。随战火继续分化，伊朗和周边波斯湾国家的关系嘛愈来愈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